女星葛尼斯·派特洛 （Gwyneth Paltrow） 在漫威系列电影《钢铁人》中饰演东尼·史塔克助理小辣椒，钢铁 CP 深植人心。但葛尼斯·派特洛近日受访时却透露，今年即将上映的《复仇者联盟4》将会是她在漫威的最后一部作品，她考虑未来要从这个角色中退出。复仇者联盟4杀青后，当了8年美国队长的克里斯·伊凡斯 （Chris Evans） 宣布正式从漫威毕业了。消息一出，已让不少粉丝心碎。没想到，在漫威电影《钢铁人》中饰演小辣椒的葛尼斯·派特洛，日前接受杂志《Variety》专访时，透露自己将从漫威宇宙毕业，且即将上映。《复仇者联盟4》将会是小辣椒最后一次加入。葛尼斯提到，对于再次穿上机器盔甲拍摄动作电影，他认为要穿下那套制服，我觉得我有点太老了。不过小辣椒这个角色能伴随他11年，他觉得自己相当幸运。葛尼斯表示，我跟导演强法洛 Jon Favreau 是好朋友，可以演出第一部《钢铁人》，看着他变成粉丝心中重要的一部分，真的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经历。事实上，葛尼斯近年都将事业重心放在网拍上头，目前工作对他来说属于玩票性质，但未来是否有机会回归漫威，葛尼斯则是没把话说死，不排除以后会以回忆或彩蛋方式出现，如果他们需要，我会一直都在。